鳥鳥，你去啊，西西。謝謝，君君，嘿，不要拿 ，no no no no， 不要拿，那個是鳥鳥的羽毛來的 ，no， 不可以的，好髒的。婆婆，幫我攞啲消毒紙俾佢，佢摸咗嗰啲雀仔嗰啲羽毛啊。有冇攞啲糖啊？冇啊。Yeah。唔係啊，喺你個袋度咧。